高雄市卫生局心理卫生中心的前执行秘书何建中，开始伫咧在职的时阵，查这列管辅导查某囡仔的个资，甲人性侵，检方是甲起诉求刑10年6个月。这伫咧社会安全网前线的工作人员，说是牵涉利用职权来犯法，管理的制度受人质疑。高雄市卫生局新卫中心是社会安全网之一，负责自杀防治甲协助辅导家暴、性侵个案等工作。不过，所发生前执行长秘书何建中用职权查少女个资涉嫌诱骗性侵，检方侦查终结，依照强制性交加违反个资法来起诉，求刑10年6个月。在得知案发第一时间，立即将河源解聘，并主动清查相关情节，已请检调单位侦办。针对河源，社会局依违反儿少法第49条，裁处最高新台币60万元罚锾，并公告姓名。不得到绩效多多的输赢，即将社会安全网上清算工作何建中，人资社会局配偶也开设设备，两人都已经被改聘，不过汉也引起社会批评。犯罪防治学者表示，社安网制度利益良善，建议引进 AI 监测系统加上多道机制加强把关。大数据或者是 AI 的辨识，当你在大量查阅这些资料，而且不是在你的工作的职权所使用的范围内的话，这样的一个系统 AI 的辨识可以告诉你说，有人在做这样的一个非法取得的一些资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马上在系统上来做警示。上督导未被管制，是调立管告做的时阵，要由第二位主管来核准。学者也强调，面对问题检讨，滚动式修正，才能让制度更加健全完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